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我们庆祝圣诞，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也庆祝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将近80位大人小孩，总共加起来将近80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到时候我们的新家人愿神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人数会稍微多了一点点，所以说我们如果你的座位旁边有空位的，除了受洗者以外，除了受洗者在中间的座位以外，你的座位如果能够再多容纳一个人的，那请你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坐在你的旁边，就坐在你的旁边，那我们就能够尽量的能够把我们的座位能够坐满，能够坐满。要邀请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会发觉坐在我们中间这一个区块的，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很紧张。想一想，你那时候你要受洗的时候，你坐在中间，其实你真的蛮紧张的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给他们一个鼓励好不好？拍手来鼓励他们。他们今天受洗，我们就全部都快乐。我们要真的像是庆祝圣诞一样，要普天同庆，让我们能够领受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今天他们要受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领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们要突破很多的心里面的关卡来接受。那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想必是有大的作为。那邀请我们，好不好？我们就这一时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
在我们当中，我们也许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来的，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也求神帮助我们。也为我们所有的服侍同工为着他们的服侍，特别在敬拜，在我们的乐团、小乐团，我们的儿牧的小乐团他们也用了很多的预备，也求神来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程序，所有的都是要献给神的，让把我们最好的、最美的都献给神包括我们的诗班，包括我们所有的长职、我们的音控、我们的摄影组、我们的以及我们在场内场外所有的服侍同工。愿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同心合一的一同来服侍神，也将那最美的来献给神，好不好？我们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让你的爱来帮助我们，主你是爱是能力，主你的爱是恢复，主你的爱是带来生命当中的盼望。今天早晨，我们有将近80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受洗，主在加入我们的教会当中，成为我们的教会的新家人，主我们要为着他们来祷告，主他们预备了自己，也预备了他们的生命，主他要把那最好的来献给你，主求你来带领，是否在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所有要受洗，无论是成人洗礼、经洗礼、小孩洗礼，主让每一个大人小孩在你面前得着你那满满的爱，主愿你是否在我们中间姐妹，主让我们的教会今天早晨要庆祝救主降生，主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愿你的爱来恢复我们，无论我们站立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服侍，主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你，来荣耀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抬手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教会，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宇当中，一起普天欢庆。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当中，让我们不单单是享受这样的一个圣诞节期的喜悦，而是更多的感谢神为我们所付上的这美好的代价，以至于使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座在这里得着全新的生命。阿门！好吧，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好不好？对你旁边的人祝福他说：神的喜乐大大充满你。神的喜乐大大充满你。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喜乐一边。再来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教会上先来赞美，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子里。
谢你，因着有你的同在，因着有你的复活，如今我们能够喜悦地站立在你面前，得到全新的生命，得到全新的盼望。谢谢你，耶稣，使我们心中有喜乐，有平安。主啊，谢谢你，主你也说了，我们被造就是为了来领受天父上帝的爱。主，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被主你爱而来到这世上的。好吧，我们也带着这个感恩的心，用这首诗歌，我们来祝福我们身旁的人，也祝福我们自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
做了一个最棒的选择，就是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的主权交在这位爱我们的天父手中。这是一条恩典之路。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为着你这个选择，你说主啊，我感谢你让我遇见你，我能够遇见你，能够认识你，能够这次有你我同在，何等感恩！好吧，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感谢的祷告。耶稣，谢谢你是个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每个不同的关系当中，祝你无时无刻与我如何相爱，祝你心借由你的大能双手牵引着我，引领着我，让我在每一个每生活过程当中，每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神你总是重新的将我重新选择，重新把我带到你的生命的当中，祝你借予我，用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良善继续吸引着我，就让我能够在这一生中，能够更多的定义跟随，定义的就是顺服在我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份主权交给你，只愿你就是那位帮助我们有最丰盛的主。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就求我们的一个决志，我们的祷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再来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就是恩典之路。你爱，求你的爱你手紧紧地抓住将我。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当我们在继续敬拜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一路，神是如何的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的，他的恩典，他的大能是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牵引着你。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感谢，带着一个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好爱你的心。让我们继续来开口，每个人，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开口一起来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对了，每个人都开口。高山当你再一次开口的时候，再一次是一个承都是认。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你爱我，认识我，哈利路亚。永远不变
将我们的手交托在他面前，让他牵引我们吗？在我们每个选择，在我们每个判断，在我们每个思想当中，让这位亲爱的父神牵引我们。好吧，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放下尾声的祷告。你说主，我愿意跟随你，因为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我要跟随，进入你的丰盛里面，让我更多顺服在你的话语，顺服在你的引领当中，让你的话指引着我前面的道路，以及我能够今天不单单是得着这生命，而是得着丰盛的生命。好不好？教会我们同声一起来开口来做祷告。哈利路亚！是的，神主，我愿意在当中，主，我宣告你要成为我是你的主，主，我宣告你要成为我应你的主，主，我宣告你要成为我期待的主。在我每个决定当中，我愿意更多的在当学习安静，聆听天父上帝的声音，让我更多的学习贴近神的心意，以及我能够分享神所赐的这美好丰盛的生命恩典。主啊，让我能够进入到你的爱，进入你的同在里面，时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你住在我的里面，啊，降在我的丰盛的降在我的每个生命的时刻里面。哈利路亚，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主，我愿更多全心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的心，我们来回应他，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你的爱，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主，你爱，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哈利路亚！再次将颂赞、感恩、感谢、荣耀归给这位爱我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教会一起同声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仍然站立，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赞美，请教会圣歌队寒冷冬天的礼物。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慈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因着爱我们，赐下独生爱子，带来盼望与平安喜乐。在这充满爱的季节，求主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活出基督的样式，见证神的作为，传扬救恩的信息，使世人都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平安、爱、正直、公义、光明的信息和生命的改变，让整个宇宙世界都因着主耶稣降生充满盼望、平安和欢乐。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让我们每天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温馨的阳光，拥有神所赐丰盛的日用饮食，就能看见神奇妙的创造、伟大的作为。神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你的智慧是何等完全，让我们每天都能经历你的爱和恩典。为着我们每天所拥有的一切，就当感恩，照你所喜悦的，用虔诚的敬畏的心来侍奉你，全然顺服，坚定倚靠你，耐心等候，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并以仁爱谦卑的心对待众人。感谢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你，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荣耀、尊贵都归于至高全能的上帝。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消息报告。本会消息：一、本主日为2019年救主耶稣基督圣诞主日。本会谨祝全体兄姐圣诞快乐，新年蒙福。本主日教会各项庆祝活动如下：一、上午2场礼拜举行圣诞赞美礼拜；二、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礼拜。本次洗礼、坚信礼、小儿洗礼的名单在第8页。受洗者请于礼拜结束后至1楼广场领取受洗证书和礼物。第三，下午5点到8点在敬拜中心外有祝福阁、福音解签、五色珠、趣味游戏，趣味游戏是5点到7点等摊位。第四，下午6点在敬拜中心举行圣诞晚会。欢迎弟兄姐妹邀请慕道朋友参加，有登记搭车的长辈5点半在教会集合出发。二、下周主日12月28、12月29举行2019年第6次圣餐礼拜，敬请全体陪餐会员预备心恭守圣餐，同沐主恩。第三，下周主日第2场礼拜举行小组长暨单位首长就任式，当天请就任者着正装，名单在第9页。第四，小会公告，接纳庄天成弟兄、庄陈秀珍姐妹之成人会籍自高雄中会内委教会转入本会，愿神赐福。第五，本会2019年度各项奉献至12月29日星期日前截止，需索取2019年奉献证明之兄姐，敬请留意配合。第六，本会发送2020年右昌教会月历，主题是歌颂主恩，敬请兄姐以家为单位，每附1份，在教会办公室签名领取。第七，2020年每日研经释义开始订购，费用是400元，1年4本，原价是480元。那大字版的是520元，也是1年4本，原价是600元。请于12月底向陈佩芬干事购买并缴费，也请小组长协助组员统一订购，谢谢。二、肢体消息：一、佑光幼儿园定于12月23星期一晚上
8点在地下室小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敬请各位董事出席参加。2、喜讯，本会愿意签弟兄叶永信弟兄之子与王慈磊姐妹定于12月28日星期六上午8点半在本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姐观礼，愿主赐福这对新人。第3，12月26星期四17点到20点，在高雄大学与印尼之友合办印尼母亲节活动，当天将陪印尼学生制作母亲节卡片及台湾留影活动，欢迎有意愿一起加入的同工于12月23以前洽办公室报名。第4，附注社消息，敬请社员配合于12月27前完成12月份股金存款及厂房贷款，以利年终结算。第5，12月29日星期日下午2点半到4点半举办小天使相见欢活动，地点在教会副堂，敬请参与的老师、助教、小天使出席参加，也请兄姐为得胜者事工继续守望代祷。第3，教界消息，请陈牧师报告。教界消息自己关心哦。第一，刚才肢体消息的第2点喜讯呢，在提醒，那是上午9点9点欢迎兄姐能够观礼，谢谢。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台北亲人，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2019年的这个圣诞主日哈，同时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年度下半年的我们的洗礼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呢能够有41位的成人洗礼，有24位的间洗礼，以及15位的小儿洗礼，总共大人小孩80位，我们拍手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神哈。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应该是65位成人的重生得救的日子。那么要永远记得，耶稣的出生是为世人带来那个盼望。圣诞节不是人编造的故事，更不是神话，更不是精神的这个寄托，它是伟大天父上帝爱人的故事。他要让他的爱子耶稣降为世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就是要让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哈。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生，我们能够相信耶稣乃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要庆祝耶稣的降生，告诉旁边的人说：圣诞快乐！再讲一个救主降生，祝你圣诞快乐！好，那我们就来介绍那我们来介绍，我们就41位呢这个成人的洗礼、间信礼，还有小儿洗礼你们兄有名牌的那等一下呢，我们的欢呼的掌声呢，要超过拍手超过21下要数一下，不是随便拍一拍，而且呢，这个手呢要在我们的心的正前面，就是我用心我用心欢迎你，我用心欢迎你好，我们请今天要间信礼、要洗礼以及小儿洗礼的，我们请起立，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你们挥挥手，看看后面好吗？看看后面，看看后面，看看后面，打波看一下，打波，来打开一下，这个当中，好，再继续，太热忱了，感谢主感谢主，请坐。在天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因为上帝早在我们未出母腹以前呢，就把我们记录在天上了所以你今天的蒙恩得救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要感谢带领你来的这个朋友。同时呢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受洗典礼当中，也有很多的亲友团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亲友团，或者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依然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好吗？我们要拍手欢迎你。应该还有，继续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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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人，感谢主。好，
主座。好，感谢主佑昌教会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有固定的这个委身的教会；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欢迎你到这个佑昌教会来让我们一起享受在这个大爱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欢乐，因为圣诞是带给我们欢乐。好，我们一起协力来唱，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彼此相爱，因为耶稣的爱长过高深，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手手的手，来手手的手。现在不用连接，各排牵各排的，各排牵各排的，牵几手，各排牵各排的就好。中间如果牵起来哈，牵起来，牵起来哈，最后牵起来，告诉旁边的人说，请坐下。我们一起聆听圣歌队哈 ，OK。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节，白话字在63页，台语在65页，和
按着根治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讲道，请陈建岳牧师讲章是圣诞的神迹。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说：耶稣生日快乐！耶稣生日快乐！今天我们要受洗的，无论是大人小孩，也是他等于是属灵的生日，我们也向他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感谢主哈，因为他们不是从血气肉体生的，不是从人力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从圣灵生的。所以这是他们属灵的生日在2019年的圣诞节，相信他们永远会记住。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在圣诞的主日，我们举行赞美礼拜。无论是大人小孩，一同来庆祝，来欢唱，普世来迎接救主基督降生。今天牧师特别在我们今天有洗礼，我要讲这个题目叫圣诞的神迹。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我把它定了一个题目是人归原主不是物归原主一个年轻的牧者夫妇，他受派到一个布鲁克林非常老旧的礼拜堂，非常老旧，所以一定要整修。圣诞要到了他们就开始整修，准备能够在圣诞节教会能够重新开幕。整修的差不多了，没有想到在圣诞节的1个礼拜前发生了暴风雪，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房子就被这些雪水渗透，这个屋顶因为雪太重了，就有一个裂痕就刚好在我们这个讲台这个地方这个油漆又掉了一大片这个牧师真的脸都绿了圣诞已经到了，怎么庆祝圣诞？怎么开幕是不是要取消但是他想来说，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的。所以他在回家的路上就刚好碰到有一些企业联合的一个跳蚤市场就去看，这里有一条非常漂亮的周巾是象牙色的而且还中间绣了一个很漂亮的十字架感谢上帝这个买回去刚好那个掉落的
泪那个油漆跟那个泪痕刚好把它铺上去，那不是非常漂亮吗？感谢上帝，所以他就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桌巾，要回去了。那时候天空又下着雪，他要去搭巴士，结果好久没有来，看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在那边避风雪要等车子，他想说哇，这个老太太在外面这么久了，车子都没来，怎么办？干脆我带她到礼拜堂去休息一下免得她冻僵了。所以感谢主，他就到了礼拜堂，他很满意，买了这个桌巾，他就拿着梯子就把它挂上去了。哎呀，太棒了我们圣诞可以来庆祝，我们可以重新开幕。没有想到这老太太现在眼睛一看，这个桌巾怎么那么眼熟这个桌巾，牧师你到底是从哪里买的？他说我就在那个跳蚤市场买的。你看一下好不好？那下面有没有绣了3个英文字，就是 EVG， 那是我英文的缩写。这个牧师当然去看了，哎呀，真的有这个老太太跟他讲说，这个周巾其实是3、4、5年前，我跟我先生在奥地利，我那时候家庭非常好，但是因为纳粹来了，我们就被迫离开，因为时间非常的匆促，我们就跟先生隔开了。后来我被送到集中营，我也没有看到我的先生，这个周巾就是那时候我绣的，结果他就准备，这个牧师听了说这个东西是他的，应该要物归原主虽然是圣诞很重要，因为他看到真的是他的，他要还给这个老太太，但是老太太说no， 不要这个留在这个地方更好，因为我是在这个Stanley Island 在那边。其实我是1个月才有来，这一次来这里做清洁工作。今天是这么凑巧，后来他就跟老太讲因为没有车子，我真的开车就送你回家了。送他回去之后，礼拜天圣诞，大家赞美庆祝耶稣基督降生，非常的欢乐。那天有来一个老的弟兄。这个礼拜完了之后，大家已经都离开了，但是他仍然还坐在那位置上，眼睛盯着那个周巾一直看。这周巾怎么那么熟悉？这周巾是3、4、5年前我太太所绣的周巾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怎么可能世界上有2个周巾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就跟牧师讲说这个周巾怎么样，所以他就跟他讲说这个周巾是怎么来的。原来他知道了，原来这个周巾真的就是3、4、5年前他太太绣的，里面有3个英文的字母，我认得。这个牧师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他就说老先生，我用车子载你去多翁好不好？他说好我要跟你聊聊你们过去那个所发生的故事。其实他知道，他要载他到他原来去那个老太太，他知道那个地方，他要载他那个地方。今年的圣诞真的太神奇了，不仅礼拜堂能够重修好，能够庆祝耶稣基督诞生。今年又发生这么一个奇妙的事，相离3、4、5年的奥地利的夫妻都老了，竟然他们有机会能够重演。
当他到了这个 Staten Island， 这个老先生看到那个老太太，哇，两个人30-35年再见面，是根本无法想象，相拥而泣，他们能够重演，他们能够重逢。各位，这是一个美国的真实的故事，这个团年的故事真的是太奇妙了，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各位，你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要受洗，表示他第一次他信主，他回到神的家中，神也是等你很久的，神等你回到家里面，神都在等候我们要跟他重逢，跟他团圆，跟他成为家人。今天我们要受洗的，到底你是怎么有机会来到佑昌教会，来认识弟兄姊妹，来参加献谷小组，或是来参加什么活动，或是因为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这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故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遗嘱相逢、遗嘱团圆、回家的故事。圣诞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圣诞这个神迹就是一个回家的神迹。原来我们因着罪，我们与神隔离，我们在世上漂流流浪，没有一个家。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回家，因着神的爱，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回家。感谢上帝，每一个人在这世上都在寻找一个家。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上帝的家，这个充满主爱的家，这个恩典的家，充满盼望的家，充满祝福的家。希望今年真的圣诞对你而言是一个神迹。这个好消息报给你，不要害怕，因为今天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他降生了，降生在伯利恒，把我们的心成为伯利恒。神就降在我们的心中，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给我们盼望，他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而且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的应许，他的预言必定要实现，他的预言，他的实现永不落空。他说要让你得胜有余，你就得胜有余；要你居首不居尾，你就居首不居尾。因为在基督一切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感谢上帝，我们今年在这里欢喜赞美庆祝。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家人回到神的家，让我们团圆，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拍掌，感谢上帝。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些回到神家中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就是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今天上帝拣选你们，我们来唱，然后等一下我们首先是从我们的成人洗礼，再来是有成人间洗礼，最后我们有小儿洗礼。感谢上帝，请我们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唱首诗歌。接
次要接受成人洗礼的，能够来到前面我们要举行成人洗礼之前，我们要有一个信仰的告白，我们要有一个誓约，因为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上帝爱你们，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恩典来救赎你们。等一下，在洗礼过程，你们是蒙受主爱的，你们领受他丰盛的慈爱，你们要领受他丰盛的主。所以这个时候牧师要来问你们你们要大声的回答，因为当我们用口来承认，心里面相信，就必得救。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我们是向灵界宣告，我是属乎上帝的，耶稣是我的救主，圣灵是我的保卫主。当我这样的承认，心里面这样相信，圣灵要内住在你里面，你要领受恩典，你可以奉主的名向阿爸天父祷告，好像圣经所说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上帝，他必定要保守你，要赐福你。好，现在牧师要来问你们能够回答相信或是是或是愿意当我问的时候，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好，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他们施洗我们要请潘牧师从这边感谢主。陈思怡，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黄恩坤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周志亮，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立宪灵，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杜永庆，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刘新荣，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黄仁宇，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李继慧，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陈阿密，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刘毅，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蔡妙清，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黄美玲，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
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你立前，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你采节，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吴佩贤，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刘家长，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贾秀恩，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李一清，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吴厚庆，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刘静吉，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现在我要来宣告，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与你们同在，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主耶稣基督保守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在他降临的时候完全不可指责。我们来宣告，奉主耶稣基督，不用急啊！我要为你们。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我奉告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右昌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及领受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人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用这么大的恩典，就是你十字架的恩典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洗礼的圣典，来接纳站在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要进入你的家，永生上帝的家。主，愿你祝福他们，圣灵这个时候你降临在他们身上，进入他们的心中，你坚固他们的信心，你用恩典赏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结连在主耶稣基督，能够常常得到他的充满，永远他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住在他里面。在遭遇到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能够为你打美好的胜仗。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除掉他们的软弱，使他们安稳在你的爱中，使他们一生一世能够敬拜你、爱你、服侍你，能够尽信徒一切的本分来荣耀你。主，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圣礼典，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再次借着洗礼，我们明白受洗的意义。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离开你，亏欠我们成为信徒的恩典，使你不能因着我们得着加倍的荣耀，能够你的国度能够更大的扩展。我们真心向你悔改，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心归向你，让我们成为忠实尽责的儿女，一生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时候我要请我们教会的长老、小会员我们要来接纳他们握手接纳他们
邱香婷嘛。等一下。我们接纳完之后，我们要请他们向后转牧师要代表教会他们不仅有一个洗礼证书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还有一本教会送的纪念的圣经这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勤读主的话，勤做主的工，常常被主的话语、主的灵充满好，现在我们向后转好吗？那个香婷我们再退一步，退一下，我们都后面的往后退，好 ，OK， 到上面也没关系，到上面来，上面没关系再上一个，好，那个香婷来这个地方好不好？安是在前面来，他代表我们受洗的来领受这个证书跟礼物可以吗？等一下要献花的或什么就时间要把握好，我们恭喜他们，结束再照相好，我们要送他礼物了把握时间，我们最快的时间我们就要回走。我们看到很多的亲友团他们非常高兴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们能够受洗归主，所以呢，我们赶快送你之后呢，你觉得说没有人再送了，就要赶快回座位了。其实我们暂时先不拍照我们暂时先不拍照。拍照结束的时候再拍照。结束之后再拍照。好，现在请回座。如果你的亲友你都觉得说我现在已经等了30秒都没有礼物了，那就可以赶快回座了。要赶快回座了。要照相要拥抱了，我们等一下好吗？这是一个温馨的改变我们拍照等一下好吗？拍照等一下。等一下会不会留时间给你们拍照？来，请我们快点，来，我们后面还有，来，请拍照，等一下再拍照拍照。请我们的要接受坚信礼的，能够来到前面。好，就可以回座洗礼者可以先回座，那个要坚信你的弟兄姊妹，现在请你出列来到前面的地方，我们要邀请你来坚信你，告白你的信仰。我们诚心欢迎你进入右昌教会这个大家庭。好。等一下我们大动结束之后，会给各位时间拍照等一下我们结束要有一个大的合照之后我们要再拍照的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时间感谢主，我们站在上帝面前你们要来再次告白信仰，就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这个时候牧师问的时候，请你们能够也大声来回应牧师好，你们深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圣灵做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你们罪能够得着赦免呢？你们应该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主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
感谢主哈。好，这个时候牧师要来宣告，你们不必举手。你们或者是在幼儿已经受洗，或是你们以前在其他教会已经受洗，现在你们再一次告白你们的信仰，承认上帝为天父，耶稣基督为救主，圣灵为保惠师。我奉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右昌小会的权柄，来接纳你们成为培山会员，有不理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人的上帝，你在世上建立教会，你应许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站在你面前，你的众儿女们，他们感谢你，使他们得着救恩，他们也能够来到右昌教会，借着坚信你，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主，谢谢你让他们来到右昌教会，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得着好的牧养，在信仰上得到好的培育，让他们能够更爱你，他们愿意一生一世来敬拜你，服侍你。主，我恳求你用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他们，洗净他们一切的罪。当他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愿你悦纳他们，当他们能够和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团聚的时候，神啊，你的恩典就充满。主，我恳求你从上头来的能力充满他们，保守他们，使他们永远属于你。他们天天在圣灵里面长大成熟，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也要请长老来接纳他们来，谢谢。好，接纳之后，我要请我们先信你的弟兄姊妹向后转，向后转。好，可以退后一点，退后一点啊。我们要来请那个徐金慧姐妹来代表，你们可以再后退一点啊。那后面一排可以站到上面来，站到上面来啊。好，小陈你把它跪下来。OK， 好。过来，来这边靠过来一点，来，不要讲话，来，年轻人，过来一点啊。来，我们要把监禁你的证书跟圣经最宝贵的礼物，要送给代表金慧姊妹来，好，我们看前面。好，我们鼓掌，恭喜他们！我要送给他们礼物的这个时候，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好，我们的时间，看这个时间。记得不要拍照等一下我们会让你很长的时间拍照。我们可以看到家人们这样子的热情，为大家准备坚信你的礼物。
好，你如果觉得30秒已经没有人再给你礼物了，那就赶快请你回座了哈，就请你回座。好，我们要请那个幼儿喜的了。感谢上帝，在上帝的家里面，不仅是大人，也有小孩。好，来，不仅有男有女，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有15位小朋友今天要接受小儿洗礼。在天国里面，他们是最大，我们要回转，像小孩一样。我们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妈妈哈，他们带着小朋友，好像来到耶稣面前，耶稣抱起小孩，为他们祝福。耶稣爱小孩，爱每个小孩，所以所有的小朋友是最棒的。耶稣爱你们，你们是最有福的。我们这个时候要请我们的家长能够代表孩子，因为孩子在你们手上。各位大家稍微安静哈。其实我们从小就要有好的榜样给孩子，信仰的榜样。爸爸妈妈都是很敬畏神，很热心，很愿意服侍。我保证我们的孩子以后必定胜过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榜样哈。那有很多人要为孩子祷告祝福，让他们能够一生蒙福。好，这个时候请你们来回答牧师所问的：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必须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信徒的责任，能够清清楚楚的教导你们的孩子，教导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培养他们，让他们都能够认识神、敬畏神，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你们愿意如此行吗？这个时候，牧师要来祝福你们，愿主祝福你们所有的孩子，你们能够帮助他们坚定今天这个约定，主让他们能够真实的因着这个约蒙福。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水为他们施洗，求你与我们同在，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个时候要来为孩子来施洗。第一个是陈庆豪，陈庆豪，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利用陈，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阿门，很棒哈。林海印哈，林海印，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林海印，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邱一心，我用水为你施洗，好棒哦！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说阿门。李医生，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阿门，好棒好棒。刘先奇，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接着，卢先瑞，哇，棒！卢先瑞，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李云仙啊，好，云仙，李云仙，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门。阿门。
叫做陈立堂。哦，嗨，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们。洗过了哈，来，那个高伟成，好，伟成。哦，高伟成，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们，说阿们，好棒，好棒，好棒。秦义香，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们，阿们，阿们。乔登，陈乔登，我用水为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名。阿们。这时候牧师要来宣告啊，宣告啊，请我们不必举手哈。主，我们遵照你的命令，这些孩子已经被接纳进入教会永生上帝的家，他们成为未陪参的会员，他们领受了新约的恩典。今天孩子的爸爸妈妈、亲人和会众亲自作证，分担责任，要来培养他们有美好的信仰，直到他们能够坚信你，成为神的儿女，一生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人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领受祝福，我们得着救恩。我们恳求你赐福孩子，保护孩子，引导他们连问题都能够兴盛，他们能够被分别出来，他们的智慧身量和上帝爱他们的心都能够一同增长。主啊，求你丰盛的恩典赏赐给孩子，引导他们平安的经过孩童的时期，救他们脱离少年人的一切的诱惑，直到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能够自己告白信仰，而且能够坚定的信仰一生一世。主上帝，你的爱子也在拿撒勒享受这世界家庭的生活。我们求你祝福孩子的家庭，帮助父母能够有足够的爱心、耐心来照顾他们，来培养他们，让他们真的有神足够的恩典，他们能够有智慧、温柔，让孩子在爱中成长。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拍手，哈利路亚。现在牧师要代表教会，也要送礼物哈，因为孩子没有长老接纳，因为他们不是陪参会员哈。那我们要请他们香火传哈。现在我要请陈静豪啊，小朋友在哪里啊？来，我们向后转哈，向后转。后退一步哈，那个后面的站到上面来，可能是比较照得清楚哈，有一个湖北哈，对对对，我们在上面哈，好，这样，好，在上面，再靠拢一点哦，好。好，我们拍掌恭喜这些孩子进入我们的家中哦，我们要为他们给他们礼物的鲜花的感谢主，感谢上帝。等一下，我们所有成人洗礼、坚信有小洗礼的结束，请不要离开，我们一起照一个大的合照跟我们的教会的长老。赞美，请教会圣歌队曲目是《快乐聚集颂圣赞》。
如今，愿先知的信心、圣经里的盼望、圣子基督的平安和他父母的慈爱、牧者的喜乐、博士的惊奇、节期的恩典、永恒的生命，在这圣诞节全归于你。愿全能神的祝福、圣父、圣子、圣灵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请执事收奉献。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圣子。他既不惜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岂不将世上任何的恩典、祝福，他所造的万物都赐给我们吗？让我们用感恩的心向他献上感谢。感谢上帝，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下他的独生子，他得着的千千万万他所爱的儿子。圣诞让我们经历到爱就有神迹，给予就有神迹，就有祝福。请我们起立来唱奉献诗。主上帝，感谢你的保守与看顾，并将一切需要赐给我们，使我们一生不缺乏，并充满神的恩典与祝福。现在我们甘心乐意献上主所赐的一切，金钱才能成为教会所用，求神百倍赐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祝福差遣，恩典之路。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圣诞的庆祝最后的领受的祝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我的谷，若是你在保。永远不变的应许，只
就是圣诞神迹的杰作，你们就是圣诞神迹的见证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天父上帝丰盛的慈爱，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圣灵保惠师的同在赐福，引领你们一生走在恩典的道路、盼望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永生的道路，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等一下，我们要照相哦。好，我们今天受洗的、坚信礼的，还有小儿洗礼的，请我们都到台前哈，到我们台前。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礼物先放在那个桌上，花也放在桌上哈。来，我们赶快到台前来。好，身高在150左右的，请站在前面3排。身高150左右的啊，155的，请站上第一阶。来，我们按照身高来哈，155以上的站在第一阶，165以上的站在第二阶，170以上的第3阶，最高的在最后面哦。好，请我们那个个人照相的，我们请稍等一下，好吗？来，个人照相的，等一下团体照号之后会开放到晚上让你们拍啊。等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团体照完之后会开放到晚上让你们拍哈，所以，那我们后面的执事拜托一下那个椅子啊，椅子，来一下，好来，你看我们都很会排队哈，按照身高来排就对了哈。小儿洗礼的呢，小儿洗礼的啊。好来，赶快。椅子有没有拿椅子？我们轮椅是不是能够靠左边？好，我们轮椅靠左边好吗？对不起，好来，中间呢我们要请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牧师团，我们轮椅请靠左边，来麻烦请靠左边啊，请靠左边。我的左边呢是你们的右边啊，我的左边是你们的右边，对，我们轮椅请靠左边哈。来，中间我们请我们的牧师团，还有我们的长老，哇，大家很会排队，很棒哈！你看一下子我们就 OK 了。
这个画面非常的美，哎，真美啊，真美啊！啊，来，三位师母、3位牧师，请赶快就座。我们长老可以站在旁边没有关系，位置没有那么多。哎，好了吗？我进去才能照啊，我没有进去你不要照啊。等一下我缺席，好，我来站在这里的旁边。你如果站在我前面，对，哈，好，来，好了哈，来，好，前面的我们让那个，哎，各位你看我们像不像明星啊？那么多人给我们拍照，我看我们明星也大概只有这样子了哈，那么多人，你看哇，最少几百台。好，我喊1、2、3就准备照哈，国语叫做跑。啊，前面都是拍假的啦，我们现在拍真的。好，右昌教会棒不棒？耶稣好不好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亲友团，你拍照，开放到晚上哈。开放到晚上6点，你慢慢照。啊，我们的亲友团，还有那个你们要拍照的哈，没有关系，先抢到位置的啊就先拍。啊，我们要祷告我们的教会哈，